没想到美军在珍珠港被击沉的军舰，竟会在9年后凭空出现在8000公里外菲律宾的原始森林。难道是这个庞然废铁穿越了吗？气象学家三浦惠子与生物学家兰达博士意外发现了它，于是他们想都没想就进入查看。很明显，兰达对军舰的内部非常熟悉，并且还找到印有他名字的破旧行李箱。惠子觉得自己似乎掉进了阴谋之中。要知道，正是因为对方人畜无害的长相，他才破例同意兰达的半路加入，因此气走了军方派来保护他的肖恩中尉。如今这种情况，他也只能自求多福。然而驾车离开的肖恩也发现了异常，探测仪上辐射数值爆表，紧接着天空出现了类似极光的彩色轨迹。意识到危险，肖恩加快了前行的脚步。其实兰达之所以会非常熟悉这里，是因为他曾在劳顿号上服役过，当时军舰被不明物撞沉。9年来，他一直想证明巨物存在的真相。走进船舱深处，看到大量被粘液包裹的尸体，他们都是兰达曾经的战友。精油元素竟被换成了比原子弹威力还大的氢弹，这是要和巨兽开干了吗？原本3人的初心只是学术研究，并不想引发对抗战争。可是到如今，谁又能左右国家的决定？现在也只能祈祷巨兽不要出现。时间1分1秒的流逝，始终没有动静。将军也开始变得急躁。就在他不知该如何向上面交代时，远处海面突然出现一座小山丘，并以每小时70迈的速度向氢弹驶来。没想到哥斯拉会以这种方式与美国人初次见面。此刻岸边的军官还不知死活，纷纷拿出望远镜观看。倒计时开始，惠子试图去阻止氢弹的爆炸，却被肖恩死死抱住。毕竟他冲上去也只不过是无谓的牺牲。随着一声巨响，军官们欢呼雀跃，感叹国家的强大，认为哥斯拉会因此领了盒饭。任凭谁也不会想到，数年后他们会为今天的所作所为而买单。不过经历了这次以后，他们也相信地球上存在着庞大未知生物，便命令肖尔探索出其他泰坦巨兽的踪迹。帕克特将军也想体验一下刷怪升级的快感，但这种作风恰好与惠子最初的科研理念背道而驰。为了美军能出资支持帝王
帝王组织。为了保住帝王计划夺回掌控权，肖尔让惠子和兰达将最近几年来发现的巨兽位置整理标注到地图上，而这份文件将成为帝王组织将来的终极遗产。可肖尔将资料交给将军的同时，还是说出了哥斯拉没死的消息。虽然事先曾答应过惠子不讲出来，因为只有让军方对巨兽产生恐惧，才能衬托出帝王计划存在的意义。What did you say? It was sighted during the operation at Hatterum Island, sir. This is confirmed? Sighted by me, sir. 然而兰达在整理文件时，看到蚂蚁穿过地图破损的孔洞，爬到了地图的另一面，竟让他推测出了震惊全世界的理论：地球的内部很有可能还存在着另一个维度，又被称之为地心世界，甚至地心世界要远比地上还要广阔。之所以那些泰坦巨兽会神出鬼没，是因为他们平时就生活在地下。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将消息告知了惠子，但他丝毫没注意到惠子目光躲闪，根本就没在听他说的是什么，一个劲地想支开他。这时小男孩被吵醒走了出来，张嘴就叫惠子妈妈，这么因为自责肖尔精神失常住进了精神病院，兰达先是将大志送回了日本，然后用尽毕生时间都在研究泰坦巨兽和地心世界。最终他在1973年进入骷髅岛不幸丧命。不过在他死前，将记载帝王计划的所有资料丢入了大海。一晃时间来到2013年，日本的渔船在打捞时将公文包捞起。同年哥斯拉也出现在大众视野中，与穆托在旧金山展开了大战。大战刚结束，城市一片废墟。父亲与凯特简单交代了几句就离开了，之后便了无音讯。抱着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的态度，凯特竟独自一人来到日本寻找父亲。而现在的日本已经大不如前，他们害怕哥斯拉怀旧，回家乡探亲。城市到处都挖好了防空洞，布置了飞弹。更让凯特想不到的是，根据母亲提供的地址进屋后，第一眼他便看到父亲去世的遗像。原来父亲在日本还有另一个妻子和儿子，甚至健太郎和自己差不多大。虽然凯特的年龄要比对方大几岁，可通过对方拿出的照片得知，反倒是凯特的母亲才是那个小三儿。此刻凯特瞬间破防。
之后，凯特率先清醒，逃离现场后，他第一时间去找了小梅，想确定笔记有没有被抢走。临近门口，他就看到帝王组织在翻找东西。此时，小梅将他拉到一边，因为笔记的内容惊人，小梅早就猜到会带来麻烦。1个小时前，他就让健太郎拿走了笔记。不过，很快拉姆就找到了健太郎。如今他已经失去耐心，他用强硬的态度逼迫健太郎母子交出笔记。拉姆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健太郎的母亲情绪平和，示意让儿子交出他们想要的东西，无形中将一张照片交给了儿子。明白一切的健太郎承诺说马上去拿，而母亲特意用蹩脚的英语拖住他们。当拉姆看到遗像，知道健太郎是晴泽教授的儿子后，便不淡定了，马上开始追捕。可此时健太郎早就带着笔记跑远了，而照片上的人正是帝王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肖尔中尉。但如今的肖尔是个连修剪盆栽都需要用放大镜的老人，虽然素未谋面，他还是答应帮凯特找到父亲，毕竟从三浦惠子那里弄晴泽教授还是自己的外甥呢。不过小梅竟发现树上隐藏着微型摄像头，这里根本不是什么养老院。此时肖尔也摊牌了，亮出看到被甩出来的飞行员，其余几人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。玩够了，兵员开始向他们逼近，大家也开始落荒而逃。只有剑次郎捡起地上的信号枪击发，信号源产生的热量吸引了兵员的注意力。借助这个时间差，他们躲进了地下冰缝，看着巨兽在上空反复盘旋，大家都屏住呼吸，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，生怕一不小心丢了小命。此刻冰面开裂，小梅掉进冰水里。可即便是这样，她也强忍着没有发出任何声响，直到兵员失去耐心远去，才松了一口气。可谁也不确定兵员是否学过孙子兵法。要知道，在这种恶劣的气候下，衣服一旦湿透，一只脚就等于踏入了鬼门关。Once the sun goes down, the temperature's gonna drop by the minute. We've got no food, no shelter, no duho. Where the hell are we going? 肖尔根据40多年前的记忆，记得不远处有个荒废的建筑物。与此同时，美国西部的犹他州，金发女人在房车上疯狂找寻着什么东西，原来是一台老旧的伽马探测仪在不停闪烁。他立刻把这一现象上报给了帝王总部。其实他是帝王组织的47号前哨观察员。这段伽马射线的赫兹频率，恰好与之前哥斯拉袭击旧金山的频率一样。难道历史的悲剧又要
long time. 于是组织先审问了凯特与健太郎姐弟俩，结果没问出半点有用的信息。其实他们是为了找到父亲才被卷进来的。肖尔的计划他们压根就不知道。随后组织将小梅看作了突破口，利用她见不得光的黑客身份为要挟，希望她能交出帝王笔记的备份，但换来的却是冷漠和鄙视。没办法，杜瓦尔只能放下联系方式离开了。为了达到目的，高层便想放长线钓大鱼，他们主动释放了年轻的3人，却没放出仍有价值的肖尔。临别前，拉姆这个老狐狸特意摆出大家长的姿态，奉劝他们千万不要自不量力的盲目执着，说年轻人不该好奇心太重，可好奇心不重，那还算是年轻人吗？ You're learning. 他们自认为摆脱帝王组织的控制，便继续踏上了全球的寻爹之旅。之前在东京，在父亲的工作室发现了帝王笔记，眼下他们又打起旧金山工作室的主意。不过这里的地图后面可没有保险柜。之后他们找到了一张卫星自转的轨道图，虽然不知道这一条条正弦波是什么意思，但凯特凭借着女人的直觉，觉得这跟父亲的失踪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对照兰达。开始剧烈抖动，地面也裂开一道道口子。原来他们眼中的山峰，其实是哥斯拉身上的背鳍。瞬间，他们吓得汗毛直立，自己竟站在巨兽的身上，也难怪人家会发这么大的火。随着哥斯拉的逐渐站起，肖尔他们可就遭了殃，高速穿梭、翻转俯冲。要说最惨的还是平息以后，他们本以为灯下黑，巨兽不一定能看到渺小的人类，哪曾想他们就像是被施了魔法，坠落点恰好不偏不倚地掉在哥斯拉的眼前。这时拉姆好不容易追来，他本以为能抓到肖尔回帝王组织邀功，可惜偷鸡不成蚀把米，不但没抓到人，还搭上了一个特种兵小队。虽然不知道哥斯拉为什么会躲在这里，不过他的起床气还是挺威武的。他并没有准备伤害吵醒他的人，恶狠狠地看了看肖尔他们，转身给了人类一个下不为例的警告，随后一步三颤地离开了。这更坚定了哥斯拉是和平使者的可能。于是肖尔便要一条道走到黑，继续追寻。如今凯特他们见识到哥斯拉的可怕，另外也知道自己的父亲没死，现在他们就想退出回家。肖尔也觉得这是他们最好的选择。分开后，小梅再三犹豫，总想把通风报信的事以及他身上的一些秘密说出来，但还没等他开口。
惠子，既然他能像蛇一样蜕变，他现在指定不会是当年那个个头了。想到这里，大家的心更加忐忑。在中心区域果真有着同样通往地心的洞，只不过这个洞却没有五颜六色的光，洞口附近摆放着大量的炸弹，看来他们是找对地方了。不过在这一刻，他们也被肖尔的人控制住。紧接着肖尔说，封住通道是为切断地心世界与地面的联系，因为地心世界里居住着更多更可怕的巨兽，这也是三浦惠子死前的最后遗愿。没等大家反应过来，肖尔按下了引爆倒计时。此刻大家也顾不上谁对谁错，全都急促地向外跑。关键时刻，洞口出现一只巨兽，正是当年那批存活下来的幼崽。现在他可不小了，将肖尔、凯特还有小梅一同抓走。紧接着炸药引爆洞口也被彻底封住。等他们再次醒来，竟真的来到了地心世界。而肖尔对这里并不陌生，其实在很多年前他就来过这里，这也是为什么他90多岁还不老的原因。20 years ago, Uncle Lee. 1962年，美国中部的堪萨斯州，人类首次发现了通往地心世界的洞穴，并有科学家推断，那里就是哥斯拉。No, this way, come on. Come on, keep moving. This way. 他带着小梅很快脱离了危险，眼下他们必须马上与凯特会合。不过凯特却没有他们那么幸运，他在不知道身处何地时，就被一只臭气熏天的荆棘野猪给盯上了。虽然它是泰坦中体型较小的，但对于人来说，那窒息的压迫感依旧拉满。危机时刻，一枚弓箭射中荆棘野猪，顿时给他腾出了猪叫。赶来救凯特的人正是他的奶奶三浦惠子。56年过去了，他竟一点没老。如果世间真有这样的地方，那些化妆品店和整形医院早就该关门了。前行的过程中，意外与小梅相遇，肖尔也终于见到了心心念念的三浦惠子。看到对方的那一刻，惠子难以接受现实。Oh, the gravitational distortion. Some warping of space-time. 要知道，他的内心还停留在1965年。此刻，凯特才说出是他孙女的身份，并且提到了他的儿子秦泽教授，以免老人家想不开。回到惠子的住所，肖尔惊喜地看到当初的伽马模拟器，于是他便有了回去的办法。惠子修改过模拟器的程序，如今他可以向外界发出求救信号。与此同